請同心祈禱。愛我哋嘅上帝，我哋多謝你招聚我哋嚟到教堂一同嘅敬拜。現在我哋祈求你差派聖靈指教我哋，就係你自己嘅聖子主耶穌基督真理嘅道，讓我哋明白你嘅心意，讓我哋喺呢一個紛亂嘅世代當中，唔單止明白你賜和平嘅心，而且亦都係經歷平安，亦都成為別人從神而嚟帶嚟嘅嗰個嘅安慰鼓勵。我哋為到士師，為到主日學嘅小朋友同樣祈禱，求你與佢哋同在，讓佢哋喺生活嘅當中、生命嘅裏邊都有呢一位認識呢一位賜平安嘅神，一生跟隨佢。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名求，阿門。Kids may proceed to Sunday school。弟兄姊妹好，如果你有今日嘅家書咧，請你打開吓，喺講道嘅一欄咧有敬拜一欄咧有簡單講道嘅大綱。臨界點，第二講顛覆粉色嘅和平，粉色嘅和平。弟兄姊妹，牧師今朝早問你，你需要平安嘛？你需要話喺頭先嗰啲又唔見咁多咁齊心啊！一問到呢個問題，所有人弟兄姊妹啊，禮拜堂嘅眾弟兄姊妹朋友，我哋都答需要。係咁點樣先至有平安呢？點樣先可以得到平安呢？當我哋面對巨大嘅災難，又或者係傷痛，又或者係迫害嘅煎熬，人可唔可以喺呢啲時間裏邊經歷平安嘅呢？仲有冇平安嘅呢？又或者我哋用另一個方法問，要有平安或者要經歷和平，有冇啲乜嘢先決嘅條件嘅呢？咁有啲人話冇打仗咪和平咯，冇爭鬥咪平安咯。有啲人可能話美滿嘅家庭啊，咁我就覺得平安啦。我有好嘅仔女孝順，咁我又覺得心裏邊有平安啦。我有好嘅朋友知己啊，平安啦。定係一啲個人嘅條件啊？中國人話唔做虧心事係嘛？心裏邊就有平安啦。或者呢，我時常能夠呢係識得用唔同嘅方法保持心中嘅平靜，咁我就經歷平安啦。有陣時候我哋會以為呢，如果所有人如果人有齊晒呢頭先牧師所講嘅呢一堆條件嘅話，咁就平安啦，咁呢就和平啦。咁不過再諗落去嘅時間，呢一堆嘢點可能有晒嘅呢？或者有啲可以係你覺得係操控喺你嘅手，其實都唔係嘅。有啲就根本唔係你嘅控制範圍之內。人點可能事事都有齊，樣樣都完美嘅呢？如果係咁講，咁係咪即係牧師冇平安啊？冇人可以有平安啊？甚至我哋或者會咁問，係咪喺生命裏邊嘅考驗同艱難嘅裏邊，就一定唔可以經歷或者擁有平安嘅呢？弟兄姊妹朋友，我再問一次，你需要平安嗎？需要啊！聖經裏邊話我哋所相信嘅神呢，其中一個形容係佢係賜平安嘅神。我唔知你知唔知道，我哋所相信嘅上帝，佢係一位賜平安嘅上帝。中文聖經裏邊有陣時翻譯做平安，有陣時翻譯做和平，有陣時翻譯做和好、和睦，其實都係同一個字。希伯來文就係 Shalom， 好多人都認識。Shalom 平安，當然可以以人嘅理解就係冇事冇幹啦，無憂無慮啦，
無災無病啦，冇戰爭，樣樣順利，處處安心嗰種嘅狀態。不過呢，如果你真係認真打開聖經讀上帝嘅說話，佢點形容平安呢？乜嘢係 Shalom 平安呢？其實唔一定係講緊呢一啲嘅狀態，呢啲呢樣樣都好嘅狀態，而係形容緊一種完全無缺、整全，一種美滿上帝所賜嘅結果。咁就好唔同啦，係上帝所賜一種無缺、完好、整全、美滿嘅結果。同喺嗰個處境裏邊，係唔係無憂無慮、無災無病、冇戰爭、一切順利、一切安心，就有一個好大嘅喺定義上邊嘅差距。上星期呢，劉海峰傳道呢就同大家開始咗我哋將臨期呢一個講道系列，叫做臨界點。咁你話牧師，乜嘢係臨界點呢？咁牧師呢就細個呢就讀書係讀理科嘅。咁咧，少少科學咧都有啲認識。咩係臨界點呢？臨界點就其實係講緊可能係物理啊、化學啊，甚至一啲廣泛其他嘅領域嘅裏邊，講緊一件嘅事物從一種狀態轉變到去另外一種狀態嗰個關鍵嘅時刻啊，一個狀態轉去另外一個狀態嘅關鍵時刻，去到嗰個點，呢個重大改變咧就唔扭轉噶啦。唔可以逆轉噶啦，一定會咁樣發生噶啦。牧師喺呢一個講道系列裏邊，喺將臨期嘅時間啊，講臨界點，一方面就當然係裏邊都有個臨字啦。有陣時唔好諗咁多牧師諗嘅嘢嗬。牧師有乜嘢可能比你想象中簡單？不過另一方面，當我提到喺將臨期講到臨界點係乜嘢嘅臨界點呢？係上帝要扭轉人嘅歷史同命運嘅一個不可逆轉嘅時間。嗰個係一個乜嘢時間啊？上帝嘅兒子道成肉身嘅時間。係上帝定義進入世界扭轉人嘅歷史同命運嘅一個臨界點。咁所以呢，我喺呢個將臨期嘅裏邊，我同教牧同工去傾談嘅時間，我哋就定呢一個嘅主題。所以喺呢一個聖誕期之前4個嘅禮拜，我哋就借用呢將臨期好常見4個相關嘅主題，分別係盼望上個禮拜，今個主日和平，下個主日喜樂，第4個禮拜真愛。呢4個嘅主題嚟到睇翻耶穌嘅降生同佢嘅道成肉身，究竟係點樣顛覆人對呢一啲關鍵嘅字詞，呢啲我哋嚮往嘅事物嘅定義同理解？聖經點講呢啲？我哋又點睇呢啲？原來發覺我哋世人同聖經上帝嘅說話嘅差距嗰個嘅分別嘅時候，我哋就明白耶穌來臨點樣真正成就同實現呢啲人人本來都已經嚮往嘅美好。嚟到呢個禮拜呢，就係將臨期嘅第2主日，我哋嘅主題呢，就係咩啊？和平或者平安，和平平安。喺講耶穌所帶嚟嘅平安或者和平之前呢，我就想帶大家咧翻去主前6世紀一位先知叫做以西結。以西結先知咧，上帝透過佢呢一位僕人咧，向當時神嘅子民百姓咧講咗以下嘅說話，非常嚴厲嘅說話。以西結書13章8至10節，讓我先讀，去到紅色嘅時候咧，大家跟住讀啦。你聽下上帝點樣同佢嘅百姓講，佢話：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們說的是虛假，見的是謊詐，我就與你們反對。這是主耶和華說的，我的手必攻擊那見虛假異象、用謊詐占卜的先知。他們必不列在我百姓的會中，不錄在以色列家的冊上，也不進入以色列地。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我哋一齊讀，因為他們誘惑我的百姓說平安，
其實沒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牆壁，他們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唔單止係咁，去到第16節咧，呢一個平安同冇平安嘅主題咧，再次出現。我哋一齊讀：這抹牆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們指着耶路撒冷說預言，為這城見了平安的異象。其實沒有平安，這是主耶和華說的。呢度講咗兩類嘅先知，上帝嘅僕人，一個係以西結。上帝透過以西結向神嘅百姓，包括呢啲假嘅先知宣告話：你哋講嘅嘢我冇講過。你哋話聽到上帝話平安平安冇事啊，我冇講過。人人都話平安，其實有冇平安啊？冇平安。上帝要挑戰，上帝要斥責呢啲虛假嘅先知，就係16節裏邊所講嘅，這抹牆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呢度講嘅先知係假嘅先知，呢啲假嘅先知佢哋謊稱上帝嘅說話，佢唔單止亂咁噏上帝冇講過嘅嘢，佢係喺當上帝要審判嘅時間，卻係向上帝嘅百姓話冇事嘅。放心，放心，佢喺度大派乜嘢？廣東人話定心丸啊。不過嗰個定心丸咧係冇作用、冇效力嘅。喺上帝要審判上帝嘅子民嘅時間，佢哋假傳聖旨，呢一班虛假嘅先知派定心丸，話一切安好、冇事嘅，大家安全嘅。但係事實上係乜嘢？事實上係咩？事實上係危險災難，上帝嘅審判已經嚟到門口啦。呢班假嘅先知仲喺度話平安平安，冇嘢嘅，唔使驚。真正其實除咗先知以西結，另一位主嘅僕人先知耶利米，亦都講過相類似嘅說話，指責嗰啲假嘅先知同祭司，淨係識講人中意聽嘅嘢，似是而非嘅說話。明明上帝要懲治、要審判，佢哋就話平安平安。另外，我想你留意喺經文嘅裏邊，特別呢係用一個未泡嘅灰嚟到抹粉色嘅牆壁啊，嗰個嘅比喻。其實形容緊啲乜嘢呢？就係形容緊當時嘅人所做嘅事啊！呢班假先知喺度講平安平安嘅時間，先知以西結指控佢哋，上帝指控佢哋，佢哋喺度做緊咩？佢哋用石灰嘅水嚟到塗抹嗰個已經脆弱不堪嘅嗰埲牆啊！睇起上嚟好堅硬，睇起上嚟好睇得，好 presentable， 但係不堪乜嘢啊？一擊。等到災難來到嘅時候，嗰啲石灰一被沖去，牆就下塌，一切滅亡，災難嘅開始。上帝喺呢個時間佢就問：咁你喺度做嘅嘢究竟帶嚟乜嘢平安啊？你喺度大聲講平安平安，有乜嘢平安啊？災難嚟緊啊，審判嚟到啦，你仲同百姓講平安？當我諗到呢係粉色嘅牆嘅時候，就令我呢係諗翻呢係每一年嘅聖誕節呢，我哋都有好多粉色嘅牆。可能你呢話好陌生啊，呢啲好耐冇去摸啦，係牧師都係其中一個。我先兩日呢啲先同人傾偈嘅時候講起，牧師都唔知幾耐冇去過商場呢樣嘢啦。好多嘢都係喺網上網購或者呢透過其他嘅方式。我就諗起呢，其實每年聖誕節呢，呢個世界都好努力去粉飾㗎，或者裝飾啦，你可以叫，好努力去裝飾，令到嗰個氣氛係點啊？好溫馨，好和平，處處洋溢喜樂，一片美好。喺商場裏邊，喺城市嘅當中，你到處都睇見呢啲嘅佈置同埋裝飾，甚至我哋好樂意去到呢啲好靚嘅地方、好夢幻嘅地方去做乜嘢啊？打卡，你唔好講影相啊！你影相暴露年齡噶啦。
我哋好願意去到嗰啲嘅地方去打卡、去留倩影，去到作為紀念。我哋好努力嘅喺聖誕節包裝虛假同表面嘅祥和，好似只要夠閃，只要夠耀眼，只要夠 cute， 我哋就可以暫時忘卻呢個世界本來嘅不安。讓我講多次，我哋喺聖誕節好多時候呢個世界正係努力做嘅就係要粉飾呢一種嘅不安，努力嘅去令到各個嘅地方夠閃、夠耀眼、夠 cute， 我哋就可以暫時忘懷呢個世界嘅不安。我哋需要牧師唞唞氣都得啩咁。我唔係話唔俾唞氣，牧師未去到一個咁樣嘅獨裁專制政權啊。不過你要記住，你要知道，我哋係嘗試努力咁樣去忘懷呢個世界嘅不安。我哋嘗試努力嘅去逃避面對艱難同埋嗰啲有需要嘅人，甚至基督徒都樂在其中，係咪啊？係咪？我哋係咪都好似世人一樣？係咪都要以西結先知嘅提醒我哋？哇！我哋係咪都係假傳緊聖旨呢？向一個冇平安嘅世界努力宣告 OK， 樣樣都好，冇事冇事，大家繼續唱歌，繼續跳舞，繼續 party， 一切都很平安。或者人係咁諗啊，不過上帝神自己卻唔係咁諗。你要記住，耶穌嚟到嘅唔係嚟到呢個世界，唔係嚟到呢個世界，或者喺熒光幕上邊呢個世界。上帝嚟到嘅唔係一個五光十色、璀璨繽紛、好 cute 嘅世界。上帝聖子嚟到嘅係一個充滿罪惡、充滿苦難、充滿傷痛、艱難嘅世界。耶穌嚟咗，佢帶嚟真正嘅平安。耶穌唔係同世界講冇事冇事，一切都平安。耶穌上帝聖子嚟說明世界係真正嘅病咗啦。你同我身處嘅世界，我哋喜歡又好，唔喜歡都好，已經係病入膏肓啊！如果唔係上帝嘅兒子，唔需要嚟啦。佢嚟係要摧毀人心裏邊虛假同埋膚淺嘅平安觀，佢嚟係要帶嚟真正從神而嚟嘅平安。弟兄姊妹，你記唔記得天使宣告嘅時間啊？天使宣告耶穌降生嘅時間所發生嘅事啊？路加福音第2章9至15節，讓我先讀啦。跟住所發生嘅，我哋先一齊讀啦。有主嘅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嘅榮光四面照着他們，牧羊嘅人就甚懼怕。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嘅信息，係關乎萬民嘅。因今天在大衛嘅城裏為你哋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着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跟住發生嘅係咩事啊？我哋一齊讀。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說：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弟兄姊妹朋友，聖經所講神願意將佢嘅平安賜俾邊個啊？神話佢願意將佢嘅平安賜俾神所喜悅嘅人。嗱，哇，咁咪好少啊！我嘅咁嘅人，我就唔得神喜悅啦。呢個平安就冇我份啊，係咪咁呢？係咪一啲特別得着恩寵幸運嘅人呢？呢度好似係咁講，好似講到神呢，淨係希望一小撮嘅人可以經歷佢所賜嘅平安，但係其實唔係啊！我哋知道呢個唔係事實啊！我哋知道天使天軍嘅宣告，從神而嚟嘅平安係俾所有嘅人嘅。救主耶穌降生，正正就係希望所有嘅人都能夠得着呢個嘅平安。呢個係唯有佢可以賦予嘅平安，係任何一個願意接受嘅人都可以得着嘅平安。
係任何一個願意接受，你願意接受，你就可以得着呢個平安。如果唔係送咗個禮物俾你，絲帶唔拆，仍然擺喺書櫃上邊，嗰個禮物對你一啲益處都冇。你可以想象人世間所希望嘅平安或者和平係點嘅呢？咁你諗下，人希望嘅平安係點嘅？幾時會覺得自己需要平安呢？唔平安嘅時間啦，最明顯就係嘛，仲好問嘅牧師咁。咁你幾時會呼求喺你唔平安嘅時候呼求平安？咁你想嗰個平安幾時實現呢？等下先啦，唔緊要嘅，唔嚟都冇所謂嘅，係咪啊？梗係唔係啦。人所要嘅平安係即刻嘅，係立即嘅，係馬上要發生嘅，冇可能要等嘅。你正面對困難嘅時候，唔好意思啦，咁你就係一定係上帝所唔喜悅嘅人啦。你冇資格、冇機會可以有平安噶啦，係咪咁咧？人相信係咁啊！人相信你如果喺艱難當中，你係唔會經歷到平安嘅。咩係平安啊？呢個世界話冇打仗、冇紛爭，人人想點就點，個個做自己喜歡嘅嘢，咪最平安咯，最好咯，最開心、最 happy 啦。你需要嘅得種滿足，咁你就有平安。你嘅生活做到你想要有嘅生活水平，咁你就平安咯。你同事有嘅，但係你冇，咁你冇平安噶啦。你同事冇嘅，但係你有咧，咁你都冇平安噶喎。你要知道，因為你好焦慮啊。我會唔會俾人炒啊？我會唔會係下一個啊？我會唔會遭遇不測啊？我會唔會有帶嚟妒忌啊？其他人嘅妒忌啊？得到別人嘅認同，你內心可能會有平安啦。但係過程嘅裏邊，你千祈唔好暴露自己嘅軟弱同埋過失啦。因為如果你表現脆弱，你就冇平安噶啦。你表現脆弱嘅時候，其他人就會睇小你噶啦，亦都唔會為你帶嚟生命裏邊嘅安全感同埋平安。呢個世界諗嘅平安係咁噶嘛？係咁噶。相對於人想象出嚟嘅平安，耶穌帶嚟嘅和平、帶嚟嘅平安又係點嘅呢？咁我喺預備講章嘅時間，我就諗起以弗所書呢一段嘅聖經。我哋或者咧唔係時常會用一個咁嘅角度去讀呢一段嘅聖經，不過的而且確喺以弗所書第2章多次提到和好、和平、和睦嘅主題，值得你同我喺今日講到最後呢一個嘅部分，我哋睇下。耶穌帶嚟嘅平安係乜嘢？點樣嘅平安呢？以弗所書第2章，我哋先睇第11、12節。使徒保羅佢對耶穌所帶嚟嘅平安有好深刻嘅理解同感受。11、12節佢點講呢？我哋一齊讀。所以你們應當紀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為沒受割禮的。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人所起的。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神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第一樣我想你留意嘅就係平安啊，從來都唔係靠人而有嘅。平安係從神而嚟嘅。使徒保羅講到耶穌基督所帶嚟嘅平安，佢首先鼓勵你同我諗翻我哋未信主嘅日子啊。當時我哋唔單止心中冇神啊，我哋冇真正真實嘅指望盼望，我哋有嘅只不過係一堆明天會更好，又或者咧係之前所講嘅一啲粉飾嘅太平，好似好平安，其實唔係，只不過係遮掩。只係我哋選擇唔去提、唔去諗嗰啲令我哋不安嘅事。使徒保羅話：諗翻你未信主嘅時候，你要知道你喺你生命裏邊根本冇神、冇盼望。喺上帝眾多嘅應許嘅裏邊，同你有冇關啊？冇關，同你無份無關。上帝所有嘅祝福都同你無份無關。咁樣嘅人生，試問又點會有真正嘅平安同和平呢？
係咪啊？喺一個同神隔絕無關嘅情況底下，試問又點會有平安有和平呢？可能咧，我哋信咗主已經一段嘅日子啊，我哋好難咧諗翻我哋未信耶穌之前嗰個光景啊，太遙遠啦。不過保羅的而且確係咁樣提你。你諗下，當你未曾接受耶穌嘅時間，你生活嘅光景嘅裏邊，你嗰啲係乜嘢嘅盼望啊？係真嘅盼望，定係只係一啲希望、願望，甚或係一啲奢望？以弗所書以弗所呢個地方作為羅馬大城之一咧，喺以弗所呢個城市裏邊嘅基督徒咧，必定清楚咧一個叫做羅馬和平嘅觀念，係當時咧佢哋身處嗰個帝國打造出嚟嘅一個你可以話一個政治一個統戰嘅一個嘅口號啊！即係唔好意思啊，講到可能比較敏感一啲。不過講緊2000年前啊，乜嘢叫做羅馬和平咧？嚇 ，Pax Romana 啊，羅馬嘅和平咧咁。呢個咧其實係羅馬帝國喺當時地中海世界維持咗差唔多2個半世紀嘅一個盛世嘅統治。亦都係咧，當時羅馬帝國向佢帝國裏邊嘅子民同埋殖民地努力要建造一種咧統治嘅一種意識形態。牧師深啲喎，係講明，用少少時間解釋發生咩事呢？當時嘅羅馬嘅元老院啊，因為咧皇帝奧古士督嘅功績啊，所以咧就為佢建造一座咧叫做奧古士督和平嘅一個祭壇啊。象徵住呢個祭壇呢個地方，象徵住咧就係呢個帝國帶嚟呢一個和平穩定、物質富裕、有高效率管治，同埋已經咧係擺脫咗戰爭同埋對戰爭恐懼嘅一個盛世已經嚟到啦。咁當時所有嘅羅馬人都好清楚呢一樣嘢，呢一個係日日灌輸嘅政治理念，一種咧嘅意識形態叫做羅馬和平。羅馬人咧，甚至咧係自喻啊，佢係肩負咧世界係帶嚟和平嘅使命啊，就係肩擔喺我哋羅馬人嘅身上。佢睇自己咧係全世界嘅 patron 啊，全世界都係得益於我哋嘅，都係受我哋嘅恩惠嘅。羅馬嘅和平就係一種咁樣嘅觀念。不過喺呢一個羅馬和平嘅面紗底下，帝國裏邊充滿嘅係暴力、係謀殺、係陰謀、係掠奪、係利益關係。喺呢一切嘅腐爛同埋罪惡嘅裏邊，羅馬人卻稱之為和平。我哋個個都身處喺羅馬和平嘅庇蔭底下。當你知道以弗所教會嘅信徒當日喺以弗所居住嘅市民，個個都知道佢哋喺羅馬和平嘅蔭庇下嘅時間，你再讀翻呢一段聖經，使徒保羅提醒我哋真正嘅和平喺邊度？從邊度嚟啊？從邊個而嚟啊？唔係喺世界而嚟啊！真正嘅和平同平安唔係靠人啊，唔係靠奧古士都，唔係靠羅馬王啊，係從神而嚟啊！唔係靠政權，而係靠上帝。從神而嚟嘅嗰一位係真正嘅和平之君，佢嘅名字係咩？耶穌。真正嘅和平之君係耶穌。喺每一個崇拜嘅當中，弟兄姊妹，你都記得我哋讀平安禮係咪啊？我哋有個平安禮，我哋互相祝福神所賜嘅平安。每一次牧師都會提你當日耶穌自己所講嘅說話係乜嘢啊？我哋一齊讀好唔好啊？約翰福音14章27節，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嘅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界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唔係呢個世界可以賜嘅，唔係奧古士都可以賜嘅，
唔係羅馬和平可以賜，唔係任何政權可以賜嘅，唔係政治經濟嘅安穩你就可以有嘅。真正嘅平安從神而嚟。世人所賜嘅平安，羅馬話俾你聽，你有平安係因為政權嘅大恩賜。你有平安，所以你必須要維護國家，令佢繼續強大。你想平安，你就要贊同透過武力去消滅所有有可能反對嘅聲音同埋勢力。你要平安，你就去爭取，甚至需要嘅話，你去搶。冇 free lunch 嘅，一切都係利益關係。羅馬帝國嘅嗰種羅馬和平話俾你聽，平安係嚟自你強大，你強大係嚟自你有手段同埋你有拳頭。呢個係世界嘅平安。咁我哋又讀下使徒保羅點講耶穌基督帶嚟嘅平安。以弗所書2章13至15節，我哋一齊讀。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着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在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着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真正嘅平安，真正嘅和平，真正嘅和好和睦，唔係嚟自人，亦都唔可能係嚟自呢個世界，而係嚟自神，嚟自2000年前為我哋降生，為我哋走上十字架，喺十字架上廢掉冤仇，成就和睦，係為你同我死而復活嘅聖子耶穌。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得見耶穌嘅和平同埋羅馬嘅和平係完全嘅相反，係截然嘅不同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帝帶嚟嘅平安唔係免費嘅，係得嚟不易嘅，係上帝聖子嘅信服，犧牲自己嘅性命，用重價換翻嚟嘅，係神將唔同嘅人，猶太人、外邦人，無分膚色、無分文化背景、身份地位、學識，點解我哋咁多唔同嘅人可以喺今日坐喺呢一度？係因為我哋都接受耶穌嘅拯救，靠住佢為我哋所流嘅血，以致我哋可以同神首先和好，並且因為我哋都係連喺耶穌基督裏邊，所以無論係遠處嘅人、近處嘅人，人同人嘅阻隔，亦都因為耶穌所帶嚟嘅平安拆毀咗中間嘅嗰啲隔絕嘅牆。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教會作為基督嘅身體？教會作為耶穌基督嘅身體，就係一個體驗充滿喺耶穌基督裏邊平安、和平、和好、和睦嘅一個群體。讓我再講多次，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我哋嘅教會其實就係一個體驗基督平安嘅一個示範嘅場地。教會，今日嘅教會，你同我就係一個體驗基督平安嘅一個示範嘅場地。最後，我想你嚟到一齊讀第16、17兩節，以弗所書2章16、17兩節。地上嘅要有平安，首先人要與神和好。16、17節我哋一齊讀。記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着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今日弟兄姊妹，你同我都係為主傳揚和平福音嘅人。乜嘢係和平嘅福音？係叫人和好嘅福音，係復和嘅福音，係與神和好，亦都包含人與人與自己和睦嘅一個好消息。不過地上邊要有和平，人就必須要先接受耶穌做主。好清楚嘅係咪啊？係耶穌喺十字架上帶嚟嘅，以致人同人之間會有和睦和好。弟兄姊妹、朋友，容讓喺我哋生命裏邊，可以為我哋拆解、拆毀呢啲隔閡、仇恨、猜疑眾多嘅壁壘嘅嗰位係耶穌，唔係邊個？
甚至唔係你自己。缺乏平安嘅世界，急切需要、迫切需要嘅，唔係更多虛假同表面嘅假平安，唔係更多粉飾嘅太平，迫切需要嘅係主耶穌。我知道大家喺呢段時間咧都好關心，可能喺你哋嘅原居地香港嘅一啲朋友或者家人，你好希望可以安慰佢哋，希望可以鼓勵佢哋，希望可以做啲嘢，係咪？我相信我哋必定會有一個咁樣嘅同理嘅心，但係人點可以有真正嘅平安呢？聖經講得好清楚，如果你要喺地上揾，係揾唔到嘅，係揾唔到嘅。佢哋需要知道嘅係乜嘢？佢哋需要知道嘅係唯有賜平安嘅神可以俾平安佢哋，可以為佢哋帶嚟安慰。或者你試下膽大啲啊，話俾佢聽，你為佢認識神禱告啊，你為佢可以經歷賜平安嘅神所賜嘅平安嚟到祈禱啊。你用咁嘅方式去鼓勵佢啊！你唔好淨係不停同佢講睇開啲啦，平安平安吓，唔係啊，冇啊，佢需要嘅係主耶穌，人需要嘅係上帝啊！只有先同神和好，地上先有真正嘅和平。人要得着真正嘅和平，唯有認識耶穌，相信耶穌。呢個真理，弟兄姊妹，你同我可以點樣幫助嗰啲你所認識淨係活喺一個冇平安、失去平安嘅朋友或者家人嘅當中，俾佢知道呢？特別喺呢一個將臨期聖誕期嘅時間，好多人都會好努力去營造平安、營造和平。你點樣去鼓勵佢？你點樣去提醒佢、幫助佢？你可以亦都為到呢個不信嘅世界祈禱，求神使用你同我，幫助佢哋一步一步走向同神和好，經歷真正嘅平安。最後弟兄姊妹，我想你同我做一個咁樣嘅腦部練習，想象你係同你嘅朋友一齊去睇一部你已經睇過嘅電影。你話咁奇怪，牧師？係啊，你明一陣間聽我解釋，你就明白個原因㗎啦。想象你同你嘅朋友睇一部你自己已經睇過嘅電影，你睇過，不過你嘅朋友佢哋係第一次睇，你知道個故事嘅發展係咪啊？你知道當中嘅結局，你知道邊個係反派，你知道突然之間有啲咩嘢會彈出嚟嚇你一跳，你知道最終呢個故事會點樣嘅解決同埋結局。所以當你嘅朋友喺嗰啲 moment 好緊張、好擔心、好恐懼、好焦慮嘅時間，你會點啊？你唔會驚啊？你係咩？定過台油啊？係啊？點解啊？因為你已經睇過呢出電影啦，你已經知道嗰個劇情啦，所以你個心能夠平靜下嚟，甚至你可以喺再睇翻睇嘅時間去欣賞下嗰個佈局。哇！導演啊，呢樣嘢我冇留意添。哇！呢個編劇犀利啊，寫到嗰度啊，原來咁早就已經提示咗嗰啲觀眾。哇！呢個演員嘅演技我平時都冇咁留意佢嘅，原來咁識做戲嘅。點解啊？點解你可以咁做啊？點可以喺嗰個嘅故事嘅發展嘅當中，你有嗰個平靜，甚至可以欣賞當中所發生嘅事啊？因為你知道故事嘅走向，你知道最終嘅結局。弟兄姊妹，我提你，基督徒嘅盼望同平安嘅關係就係咁咯。基督徒嘅盼望同平安嘅關係就係咁樣咯。我哋既然知道將來嘅結局如何，所以你有盼望。所以你面對今日所發生嘅事情嘅時候，你定過台油啊？你清楚將會發生嘅事，所以你可以心裏邊有平安。當然你仍然會經歷各種嘅事情同埋處境，但係你知道神喺度工作啊。
你知道呢一切嘅確據，呢個就係你嘅盼望啦。你知道故事會發展成點啊？所以你今日喺個故事嘅當中一路嘅進程嘅時候，你可以活得當然，活得安然，因為呢個係你嘅平安。你能夠樂意嘅去幫助其他有需要、去輔助、去為佢代禱、去鼓勵嘅人，因為喺佢哋嘅生命裏邊，佢哋唔識神，佢哋唔知道故事嘅發展係點，佢冇平安啊！弟兄姊妹，確實嘅，我哋各人都需要平安，我哋各人都渴望和平，但係好多時候問清楚自己，我哋想嘅要有嘅係呢個世界俾我哋平安。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希望有嘅係呢個世界想俾我哋嘅嗰種平安，更好嘅生活處境，更順利嘅工作婚姻，一切都合乎自己對健康、對安全、對舒適、對快樂嘅要求同期待，咁我就平安。但係耶穌話乜嘢？佢所賜嘅平安唔係咁樣喎。佢樂意賜俾人真正嘅平安，係嗰啲願意喺痛苦裏邊仍然委身於佢嘅人。係嗰啲能夠走喺佢面前尋求佢嘅人，係嗰啲佢賜下平安俾嗰啲有孩子般嘅信心嘅人，謙卑單純，滿眼渴望仰望上帝，甚至當帶住疑惑、帶住淚水嘅時候，上帝往往願意賜平安俾呢一啲嘅人。耶穌將平安賜俾嗰啲走到生命每一個嘅轉捩點嘅人。生命裏邊喺個關口裏邊嗰個臨界點嘅人，真正相信佢嘅係嗰啲佢哋所尋找答案嘅人，神願意賜呢啲人平安。弟兄姊妹，喺呢個時間，讓我哋做一個禱告啊！禱告完咗之後，我哋先讀今日嘅金句啊！我哋一齊做一個祈禱，求神賜我哋真正平安嘅一個禱告。我哋同心祈禱。主啊，我哋渴望經歷真正嘅平安，或者我哋希望今日所面對嘅事情唔係咁樣發生。但係當我哋明白你嘅心意嘅時候，我哋更加渴望嘅係，當呢啲事情咁樣發生嘅時候，我哋能夠喺你裏邊得着你嘅安慰、鼓勵同埋平安。我哋相信你能夠拯救我哋每一個，唔單止脫離係眼前嘅艱難，亦都係救我哋脫離一切兇惡。所以主耶穌，我哋現在求你幫助，我哋承認你，我哋相信你係我哋唯一嘅主。我哋祈求能夠再次經歷你所賜呢個出人意外嘅平安。我哋亦都為到我哋所關心嘅朋友、親友，當佢哋經歷絕望，當佢哋生命裏邊冇平安嘅時候，我哋將佢哋交喺你嘅手當中，幫助佢哋同樣像我哋一樣去相信、去交託你，幫助我哋，鼓勵佢哋、引導佢哋，亦都俾我哋信心，知道你必定親自嘅成就。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阿門。完結嘅時候，讓我哋再讀約翰福音14章27節，成為我哋今日嘅金句。我哋一齊讀：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嘅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界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翰福音14章27節。